这是咱要三角来领受上帝话，记载伫旧约圣经创世纪18章16到33节。创世纪18章16到33节，台语和日本圣经是伫15页，其他的版本请看银幕。圣经创世纪18章16节。这个人就对遐起来，往索多玛去。阿伯拉罕也甲因三角行，要送因一站。耶和华讲：我所要做的事，兼通对阿伯拉罕允肯嘛，因为阿伯拉罕的确要成做强大的国，地上万国要因为伊来得到福气。我捌伊是要互伊命令伊的囝甲伊的家眷，互因常常守耶和华的道理，并讲行义，直到耶和华之阿伯拉罕所讲的话，拢归乎伊。耶和华讲：索多玛、俄摩拉化险的声真大，因的罪恶实在重。我担要落去，看因所行的，果然已经照我所听的声也无。若无安尼，我也袂知。遐个人对遐活转身，往索多玛去。阿伯拉罕又徛伫耶和华的面前。阿伯拉罕分前来讲：好人甲歹人，你拢要走灭吧？世事城内有50个好人。你犹原要走灭迄所在嘛？无要为着城内这50个好人来赦免因嘛？愿你决断无安尼行，将好人甲歹人做一个害死，直到好人甲歹人相同。愿你决断无安尼行，审判全地主。兼无行公义嘛？耶和华讲：我若伫索多玛城内拄着有50个好人，我就为着因的缘故，宽容迄所在。阿伯拉罕应讲：我虽然是恢复土粉，抑佫敢对主讲话，世事。这个50个好人欠5个，你就因为欠5个走灭全城嘛？伊讲：我伫遐若拄着有45个，也无要走灭。阿伯拉罕阁对伊讲：世事伫遐拄着40个呢。伊讲：为着这个40个的缘故，我也无要做这个事。伊阁讲：有主无得受气。我要阁讲：世事伫遐若拄着30个呢。伊讲：我伫遐若拄着有30个，我也无要做这个事。伊讲：我犹佫敢对主讲，世事伫遐拄着有20个呢。伊讲：为着这个20个缘故，我也无要走灭。伊讲：求主无得受气。我阁讲一摆，世事伫遐
拄着有10个呢。伊讲，为着遮个10个的缘故，我也无要走灭。耶和华甲亚伯拉罕讲明白，就上去。亚伯拉罕也倒去伊的所在。以上，这是咱要来请本堂的霍成凯牧师来讲道。伊的题目是徛伫破口4，又徛伫耶和华面前，又徛伫耶和华面前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昨日俾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，阮搁一届恳求你的信心的同在，互阮伫你的话内面明白了解你爱阮所行的代志。愿主你开拓阮的心，互阮的灵会当接受对你遐来的恩典。愿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免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徛伫破口的第4讲，是咱即届在讲徛伫破口的上尾一讲。咱搁来思想即届对第1讲的开始，徛伫破口的时阵，咱所讲的是对摩西来开始。摩西因为以色列百姓看无到伊，所以伫遐做一个金的牛仔来拜，耶和华上帝真生气。这个时阵，摩西徛出来，伊为着遮个众百姓来代求。所以咱看到，伫过去历史也是伫圣经内面的记载，摩西伊是一个伟大的属灵的领袖。上时伫即件事顶面，伊嘛是一个代祷者。伊来到上帝面前，为着众百姓来代祷。所以有一寡特质是值得咱来学习的。伊无顾念家己，伊所想的敢若是以色列百姓爱得到上帝的赦免，伊嘛遵探着上帝的心意，运用着上帝所赏赐伊的智慧来向上帝来求。伊遵探着守圣洁的生活，而且因为伊有疼有爱，伊会当来承担这所有一切责任。伊背命付出代价，伊在这个代求中间，讲牺牲我的性命，嘛要为着众百姓的性命，求主你来赦免伊。更较重要的是，伊甲上帝面对面，只有亲密的关系。这是咱真做一个代祷者，咱会当来学习的一个特质。第2讲，咱所讲的是阿伦，当百姓耶和华受气的时阵，阿伦伊徛出来，徛伫上帝以及百姓的中间，为着百姓来代求，所以后来这个病、这个瘟疫停止落来。所以伊徛伫人甲百姓的中间，特别是活人甲死人中间，伊倚靠的是要来倚靠上帝，向全地百姓来求的。伫顶礼拜，咱所看的是以色列先知，伊所要启示咱的是，当咱发现所有的代志，无论伫你的生活中、伫社会中、伫国家、伫这块土地顶面发生的任何的代志，那正做一个破口的时阵，伊毋是讲敢若是长老爱出来祈祷，长老爱出来徛出来为这件事来祈祷。伊要所讲的是，咱每一个人拢有这个责任。而且有这个使命，爱徛出来，徛伫这个破口来向上帝祈祷。那呢，咱今仔日所要看的是亚伯拉罕。伫今仔日这段经文内面，咱要来学习亚伯拉罕是安怎甲上帝同工，伊是安怎一再咧为咱人咧代求。所以透过一届徛伫破口这4讲。其实是咧培养咱，会当真做一个代祷者。第1讲是要互咱学习的是有一个代祷者的特质。第2个是爱勇敢徛出来，徛伫中间。第3个是要知影，所有的破口拢是咱每一个人的责任。今仔日咱所要学习的是，不断的一再来到上帝面前，来为着遮个事来求。那呢？
咱会当对今仔日的圣经内面来看，其实是咧讲亚伯拉罕甲伊的侄子罗德的一个故事。伫创世纪第12章，咱若为迄个时阵开始看，耶和华上帝对亚伯兰提出了呼召，伊呼召亚伯兰爱离开本地本族甲爸的厝，耶和华上帝所指示伊要去的所在。所以亚伯兰离开迄个所在，了后到哈兰一个地方。伫遐搁一摆领受着上帝呼召，其实伫即个呼召的中间，上帝对亚伯兰有3件事。第一件是爱亚伯兰往上帝指示伊要去的迄个所在，就是迦南地。第二，爱成做一个大的国家、大国，爱做上帝的子民。第三，地上的万族拢要因为亚伯兰得到福气。那安尼来看，伫即件事内面，第13章内面的记载，亚伯兰开始迁徙往上帝爱行的路去的时阵，即个路上，伊甲罗德因为所养饲的食的精生愈来愈多，所以直到伊的要食水草无够，伊的老婆为了安尼生钱。所以伫迄个时阵，亚伯兰决定要来离开分开。所以伊互罗德先看到，你要爱经什么所在？罗德看到的是约旦河迄片真水佮肥的土地，顶面的草真多，所以伊就选择伫迄个所在，渐渐往东刷去，一直刷到索多玛即个所在。伫迄个时阵，索多玛的人伫耶和华上帝面前是犯了真大的罪，所以咱会当看到亚伯兰要完成上帝对伊的呼召，嘛是爱伊学习的功课，就是当伊要去到迦南地即个过程中间，毋是用伊肉体的方法去维持，这是嘛是咱伫咱的生活中爱学习的。上帝要将迦南地赏赐予亚伯兰，爱伊用属灵的眼光、信心去行这条路，所以会当对罗德讲：你若往正边，我就往倒边；你若往倒边，我就往正边去行。伊无我靠家己所受的的力量来保守看得到的物件。对13章10到12节，内面描写着罗德看到全地迄个真肥的所在。所以伊选择伫遐，而且渐渐选往索多玛即个城内面去。那安尼咱要看的是，虽然咱选择的毋是上好的，但是上帝所备办的才是上好的。罗德所选的是看起来好的，亚伯兰所选的看起来是一个山坡地，但是上帝祝福却是伫后面要来发生。尤其伫14章创世纪14章内面，讲到有4个王来攻打这2个城市的时阵，这4个王得胜，将这2个城内面所有的人财物拢甲掠去。亚伯兰知了后，伊就带着真勇士去拯救，将这个4个王打败。将互这4个王所掠去的财物、人口，特别是罗德甲伊的家、伊的厝内底的人，拢总救回来。在这过程中，其实耶和华上帝是要亚伯兰搁一摆去经历到迄个应允，经过这个战争，亚伯兰会当更加明白上帝要带伊头前的路站。所以伫创世纪第15章内面。耶和华伫异象中，亚伯兰讲：你毋免惊吓。其实这个时阵，亚伯兰伊搁咧想的是：上帝你的应允，哪会伫我身躯顶拢总看无？所以伊埋怨讲：我无惊你，我无囝，你敢去赏赐我什么？而且这个囝搁要承接我的家业，因为伊毋知，伫这个过程。
上帝阿伯兰搁一届来显现，伊利约。当阿伯兰99岁时阵，上帝甲伊讲，我真正要应允你，互你会囝儿真多，要成做一个大国，万族拢要因为你受到祝福。所以迄阵甲改名改做阿伯拉罕，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做国的爸，将伊的太太撒拉改做撒拉，是做国的老母，而且伫这个中间，搁要应允伊要生一个囝，就是以撒。所以伫18章，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的头前，就开始记载讲，耶和华上帝借着3位亲像旅客的天使来阿伯拉罕显现。阿伯拉罕照着因的惯势的方法，真热情的来接待因，互因伫树仔骹休困，为因做饼、抬鱼仔来接待因。这3位中间，有一位显现出伊是神，所以伊真明确甲阿伯拉罕讲，明年的这个时阵，你要生一个后生。但是伊的某却偷偷咧笑，伊笑的原因是因为伊知影家己年岁已经大，无法度阁生。但是耶和华上帝，伊要安尼讲，伊讲伫伊敢有难成的事，日子若到，撒拉一定要生一个后生。这个应允就开始啊！当这3位旅客，这3位天使要往前行的时阵，伊要往索多玛行的时阵，阿伯拉罕甲因同行，要送因行一段路。阿伯拉罕望着上帝竞选，因为上帝竞选，甲上帝甲伊立约，得着上帝祝福，所以伊要遵守上帝的道理，将来要成做一个真大的国家，万国嘛要因为伊得到福气。所以伫即个中间，伊要发生一件代志。上帝讲，我敢会当隐瞒阿伯拉罕呢？这件代志就是伊要互索多玛甲蛾摩拉的罪恶得到惩罚，因为伊听见啊，耶和华上帝听见啊，伊要落去看，看讲伊所听到的，甲实际上所发生的有共款无？伊要知影，伊嘛真耶和华上帝真清楚，伫即2个，还是伫即2个城市内面，充满了淫乱、暴力、贪婪，伊阁无怜悯遐个孤儿寡妇，嘛有遐善食的人，伊嘛甲欺负。所以伫上帝即个公义的标准的内面，即2个城市无法度阁留落来。所以当这3个人，因要往头前行的时阵，有2个人继续要行，阿伯拉罕徛伫耶和华的面前。耶和华的面前，原文的意思是讲，被办要往上帝来祈求。但是照原文的翻译是，耶和华上帝徛伫阿伯拉罕的面前。那你来看，耶和华上帝是要往阿伯拉罕来讲，这将来的代志，你会当来问我手中要做的代志，你会当求我来面顶。这个至悬至大的上帝，哪会往人来恳求呢？其实咱会当安尼来看，是因为耶和华上帝对阿伯拉罕有所求，其实是有所期待。期待伊会当徛起来，为即2个城市来代求。因为安尼，阿伯拉罕悠然徛伫耶和华上帝面前，是为着要往即2个城市来代求的。所以伫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有较长，对22节到33节内面，伊要讲的是阿伯拉罕咧求的过程中间，伊讲，若迄个城市内面有50个人是异人的时阵，你敢阁要消灭迄个所在吗？敢毋是有50个异人伫即个中间的时阵，你会当描写即个城市所有的一切？
那你将义人甲歹人同款来看待，那呢？我想这都毋是我所明白的耶和华上帝。因为安尼，耶和华上帝讲好，若有50个义人，我就留下一个所在。但是阿伯拉罕无放弃，伊讲若阁减5个，若有45个人，那呢？你要留下无？耶和华上帝讲好，我犹原会留下。阿伯拉罕无放弃，伊阁问：若40个人呢？若30个人呢？若20个人呢？上少也上尾，伊讲若有10个人。耶和华上帝每一届拢应允讲，若有10个人，我嘛无要毁灭这个城市。其实伫这个过程中间，阿伯拉罕除了为这个城市代求以外，咱嘛会当知影，伊罗德甲伊的全家嘛拢住伫迄个所在。所以当伊一直咧安尼祈求的过程，其实嘛是咧为着罗德伊全家咧祈求。阿伯拉罕为着这2个城市咧祈求的过程，其实亲像咱即摆伫过去伫菜市啊传统市场咧抬价共款，一届搁一届咧讲，拢总6届的祈求，其实拢要是互即个城市得到拯救，也毋过上尾连一个义人拢无。但是上帝犹原拯救罗德因一家的人。咱有人可能有一寡疑问，阿伯拉罕，咱还阁继续祈求，甲10个人，伊就停止啊？为什么无讲问讲，哪有5个人呢？哪有1个人呢？其实阿伯拉罕真清楚，会知影，因为这2个城市所犯的罪，无法度消灭掉耶和华的受气。伊嘛知影，伫这2个城市内面，无一个义人住伫这个中间。所以这段经文要互咱搁一届去清楚的了解，上帝对罪的坚持，伊甲伊的公义伫这个内面，咱会明白了解，伫这个特别邪恶的城市内面，上帝伊要宣告的审判，若临到的时，亲像过去大水毁灭全人类同款，亲像人犯罪了后爱受到刑罚同款。那呢，伫这个过程，伊讲无义人，连一个拢无。但是至即嘛，咱知有一个义人已经拯救着咱，伊是主耶稣基督，是上帝独生囝伊家己，伫道成肉体来到咱的世间，为咱的罪钉伫十字架，互咱会当因为伊的宝血的洗清，咱脱离掉迄个罪的惩罚。所以，因为咱罪要受到的刑罚，因为主耶稣基督为咱派了。所以，咱今仔日爱人来宣讲的是、宣扬的是主耶稣这个救赎的恩典的福音，嘛是咱爱亲像阿伯拉罕来成做一个大祷者的根基，会当互咱每一个人都会当成做万人的愿望。所以，上帝常常爱咱徛伫伊的面前，来向世间的人来祈求，期待咱亲像阿伯拉罕，不断的来向上帝来求讨。那呢，伫教会过去这段日子内面，咱的拜佛的祈祷会，我会记得伫几多年前，咱祈祷会常常拢是60个人、70个人，甚至成100人。但是毋知影为什么原因，这2年祈祷会的人数渐渐少啊。所以伫这段期间，咱的长老就真忧心，就讲要安怎，搁互咱教会对内是一个祈祷的教会，这个祈祷会会当兴旺起来，互大家会当组织做伙来祈祷，因为是要遵探着耶和华上帝所教示的，主耶稣基督所讲的，若有2、3人同心合意做伙祈祷。
所以要恳求更较侪人会当伫即个祈祷内面来操练。所以伫教会拜五的祈祷会，我们邀请大家做伙来祈祷。咱真感谢咱的长老真用心来设计、改变即个祈祷会的内容。伫遮，伊分做4个部分。伫即个部分内面，咱会当来看即个时间表，咱有真长的一段时间是要专心来祈祷。了后，咱才有具体关怀的祈祷。即4段的第一段是来到上帝面前，咱要参与伫祈祷会的进程，咱来认罪悔改，为着咱的人命的成长来祈祷。即个内面有个人的认罪悔改，求主的保护来洗清咱，互咱会当来到上帝面前，成做一个大祷者。第二，爱为着个人会当伫主内面会当改旧换新，日日的心意会当得到更新来祈祷。嘛会为着咱每一个人会当有一个固定的灵修祈祷的生活，会当甲上帝来亲近，会当遵探上帝旨意来跑走天路。这是第一段个人的部分的祈祷。第二段，咱要祈祷是信心医治的祈祷。伫这内面，咱有疗愈甲祝福的祈祷，捌有为着捌得罪咱的人朋友来祈祷，为因代祷。第二个是怜悯的祈祷，为着遐受过伤害的信徒，直到离开教会、离开上帝这信徒来祈祷。第三是医治的祈祷，毋那是祈祷医治肉体尔，更较重要的是迄个灵内面的医治，可以得到真正平安。第三段的祈祷是我们恳求上帝治理的祈祷。这些内面特别为着教会所有长职、组长、核心的同工以及所有会友来祈祷，嘛要为着教会逐步的事工的推动、未来目标啊甲发展来祈祷。上重要是要追求异象，为着教会每一位信徒拢会当参与着逐项的聚会，咱恳求上帝真正是这个部分，互咱会当同心合意做伙来祈祷。而且咱阁要为着最近，因为咱教会的转变，就是要为着主任牧师聘请的祈祷。这边所列的遮的特质，是咱经过咱小会的长老甲聘牧小组，因同心合意所要来向上帝祈求的，有讲道的部分，有意向甲未来的方向，阁有一个个性的部分，阁有会当训练，互每一位信徒拢会当各司其职的一个部分，有一个创新的能力甲心智，啊，有团队的服侍。这个团队的服侍，毋是干那指牧师团尔，其实是指咱所有在座的每一位，毋是干那甲长老服侍尔，是甲咱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姊妹，咱都是一个团队，咱爱做伙来服侍。要讲的就是，咱每一个人拢有温数伫咧，因为有即个温数，咱伫无共款的位置，咱做伙来服侍。那安尼来看，咱有第4段的祈祷，就是要复兴的祈祷，互信徒甲教会拢会当复兴起来祈祷。一日内面有恳求信心、追求信心的祈祷，有追求明白真理的祈祷，互咱会当进入到信心的引带内面，互咱的灵命会当得到复兴，嘛也阁有信心的宣告，互咱伫生活中会当勇敢来行，而且互教会的发展会当得到增长，也阁有忠心顺服的祈祷，会当成做上帝忠心的管家，顺探主的教示。咱所有的祈祷，拢是为着要来荣耀上帝的名，要为着互上帝国度会当实现。然后，这个祈祷是邀请咱大家做伙来祈祷的。安尼来看，你敢愿意来回应由愿来代祷的这项呼召？就是上帝呼召你，毋是呼召你成做伊的囝儿尔，伫徛伫破口这个内面，你敢愿意徛出来，为着这个代志来代祷呢？
你敢愿意操练，亲像阿伯拉罕共款，不断来向上帝求讨？虽然看起来敢若是一摆搁一摆要求上帝降低标准，但是搁一摆是要求上帝迄个怜悯甲恩典会当临到一个所在。一礼拜有小组，伫小组的内面，咱有2个问题，咱会当做伙来思考。伫阿伯拉罕的这段祈祷内面，你看到伊有啥物的特质伫咧？第二个是，咱要安怎来操练，亲像阿伯拉罕为50个人、45个人、40、30、20、90，安尼不断咧甲上帝咧祈祷，愿会当成做咱的帮助。当咱看到有破口的时阵，真正邀请大家勇敢站出来。这是咱每一个人的责任，咱来学习为破口遮的代志来祈祷。这是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天父上帝，我搁一届来到你的面前。我知你赏赐阮恩典，这个恩典包括为别人来祈祷。正做一个代祷者，我来学习摩西的特质，真正是专心来挖苦上帝，来顺探上帝的心意，求主赏赐智慧，互阮看见这个世代所需要的其代祷的这个破口。嘛，我会当勇敢徛出来，徛伫这个破口中间，而且会当真清楚明白，这是阮每一个人的责任。然后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不断来向你祈求。愿主你赏赐阮，真正有属天的智慧、能力甲气力，互我会当伫这个世代内面，将你的福音传出去，互阮每一个人拢成做代祷者，为着所有的百姓、社会、国家、台湾这个土地来祈祷。愿主看顾。这是我们用主力教示阮的主祷文，同心来讲。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阮的人，无伫带阮入去试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。代代无尽，阿免。愿主。